T8 LED 金屬鋁合金格柵燈盤，採用嵌入式天花安裝、明裝或吊頂安裝，棱鏡膠板蓋或格柵燈罩。T8 LED 燈具底盤本體採用0.5毫米高強度鍍鋅烤漆鐵板製成，防鏽，國際規格標準尺寸。暗裝燈盤框邊承托在龍骨支架上，並扣緊鐵線吊頂保存。暗裝燈盤面板，平面膠面板燈罩，另景或磨砂面。燈罩易拆易裝，易於更換燈管。拆蓋時按住彈弓鬆扣，拆蓋按住彈弓鬆扣。安裝時，扣好一個再扣緊另一個。扣好之後再輕輕按下燈罩蓋面板。燈光穿透率達95%至98%，燈光照度效果極佳。極佳的燈照效果不刺眼。市場普遍使用於室內照明。外形美觀。承接拆舊換新照明工程。歡迎聯絡91808452。